歡迎收看《怪客靈門》，我係宋明翰。今日嘅來賓董鐵撇，他是我們相聲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。今天呢，他要來跟我們聊一聊科技，也就是科技。我們掌聲歡迎陳慶生老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凶神演演陳慶生，掌聲鼓勵。聽老師的發音就知道，他做功課真的做得很認真，客家的發音非常的好。哎，慶生老師，我們也是有一段時間沒見了哈。老師好，你今天見到這麼多觀眾朋友，應該是蠻開心的哈。不是，你幹嘛一直發貼圖啊？嗨，老師，我懷疑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講話？好了，把手機收起來，把手機收起來。不是，老師，你怎麼一上台就一直滑您的 iPhone 手機呀？因為我iPhone 刺你，iPhone 刺我呀！這諧音笑話誰寫的會太爛了一點。剛才那個 Siri 告訴我的。嗨，果然是 Siri 講的很爛哎。不是，老師，你怎麼一上台就一直在滑手機，幹嘛呀？因為我們今天這個主題不是科技嗎？哎，科技。哎，所以我要展現一下我這個手機的投影功能。哦，剛是直接投上去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實也不用這樣子啦。今天會邀請慶生老師來到我們節目，主要是因為慶生老師跟一般的長輩不太一樣。怎麼不一樣？很多長輩有一點排斥科技。哦，可是慶生老師好像有點科技成癮的感覺哈。哎，對，真的哎，我每天有18個小時要掛在這個臉書上面。18個小時啊？所以你吃飯睡覺只剩6個小時啊？不可能啦，那個6個小時就用來看 YouTube。哇，這不是什麼科技成癮，這是科技癌末期了吧？沒有辦法，現在那個什麼手機啊、電腦啊、網絡啊、社群啊，是太方便、太有趣了。方便是方便，有趣是有趣。可是現在科技帶給我們生活的不只是正面的影響哦，有蠻多負面的影響。比方說，現在網絡上的酸民蠻多的，他們仗着自己是匿名的身份，就可以講一些傷天害理、不用負責任的話，說出來的話真的很缺德。是嗎？真的啊，您不相信的話沒關係。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3位酸民來到現場。哦，他們會念出一些特別針對您的酸民留言，看看您會怎麼反應。針對我，想試試看嗎？可以，我來試試看。好，我們掌聲歡迎3位酸民。不是，那這個不是酸民吧？不然是什麼？殺人犯。我跟您說，有一些酸民比殺人犯還可怕。是啊，真的不相信的話，我們來聽一聽第1則酸民留言是什麼。哦，慶生老師真的很難得呢，堅守在傳統藝術行業，勤勤懇懇表演相聲30多年，一點名氣都沒有啦，太難得了啦！什麼意思呢？他很誠實哎，他很誠實哎。我再怎麼沒名氣，我至少比他有名吧？對啊，再說了啊，我講話幽默啊，有深度有內容，沒錯，哪像他不三不四？哎，說到這個講話不三不四，說話不實在，有一句客家話的意思跟他很相近，你會不會想學一下？客家話？對，沒興趣。哎，你要是學的話，我送你10組的賴貼圖，怎麼樣？那個宋明翰，嘿。我覺得其實這個多學一種語言也不錯嘛，對不對？哦，而且客家話在台灣也很實用。哎，這個老頭好現實哦。來，我現在就教你。哎，好，說話不三不四的客家話是不打不起。來，大家念一遍啊，來，不打不起。哎，老師學得很標準，閉口音發的都不錯。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第2則酸民留言會是什麼呢？陳慶生老師跟黃義豪老師是黃金拍檔，在黃義豪老師的相聲表演中，陳慶生老師擔任了至關重要的角色。要是沒有陳慶生老師幫黃義豪捧哏，黃義豪，嗨，早就紅了。更過分了，這個搞不清楚狀況啊！
果没有我帮黄义豪捧哏，黄义豪怎么样？真的早就红了啊！您对自己的认知蛮清楚的。不是，我觉得啊，他说这句话啊，根本就是离间我跟黄义豪的关系。是啊，挑拨是非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知道，我跟黄义豪我们搭档已经10几年了耶。对啊，我跟他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啊？根本不用挑拨了，已经菜了，是不是？已经菜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这也太夸张了。老师，您刚才有提到一个词哦，就是搬弄是非、拨弄是非。对，有一句客家话，意思也非常的相近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叫做弄贵弄乖。来，大家念一遍啊，弄贵弄乖，没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看下一则酸民留言会是什么呢？3重吴彦祖。我发现呐，其实相声演员陈庆生演过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戏耶。木栅杨丞琳，真的，还有像是模仿犯、最佳利益、茶金等等等等。3重吴彦祖，而且相声演员陈庆生在这些戏里面都扮演非常重要、非常关键的临时演员呢。木栅杨丞琳，真的，哈哈哈哈。3重吴彦祖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木栅杨丞琳，如果没有陈庆生的演出，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上厕所呢。陈庆生官方账号。讲这种话，浅薄无知。就是嘛。各位观众啊，如果你们有看过这几出戏，帮忙评评理啊。我出现在那画面上的时候，那个时间够你们上厕所吗？对。厕所还没到，庆生老师就下场了。你也是算命啊？没有，不是啊！说一句公道话，我觉得会有这样的问题，完全是那些导演的问题。怎么说？给您这么好的演员，那么一丁点戏份，用客家话说就是某某水，没眼光，不识货啦。某某岁就是不识货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完全是那些导演的问题。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了啊。那个剧组选角有他们的考量啊。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就说他们某某岁，那我们就跟酸民一样了嘛。我本来就是啊。没，实话说出来了。开玩笑啊！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则万众期待的酸民留言会是什么呢？参不如肯，参马肯当，参马肯来不来？拉弓来好可怕！宋明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节目还会发通告给上司啊？感觉还是韩国跑来的上司，不知道怎么嘞。好了，遇到这种奇奇怪怪的酸民，您会怎么回复呢？其实我觉得，不用理他们这个酸民呐，都是没有理性的啊。是，我们就当做他们是神经病发疯。要说到发疯这个客家话，我来跟您说发疯，我知道，叫不点。这一句你竟然知道哦？因为我们家隔壁也有个阿婆是客家人。是我跟你说，那个阿婆特别喜欢看你们节目。是啊。真的，他每次看你们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就指着那个节目主持人不点，我发疯啊！你酸我那么久了，我酸你一句不过分吧？是。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阿婆也蛮不错的年纪这么大，竟然会收看我们这么新颖的电视节目。年纪不小，但是心不老。其实他这样的态度让我想到一句客家的俗谚，这句俗谚是长辈常常拿来勉励晚辈的，叫做"年爱年大乐，祸爱年小错"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要一直刺激才能不断进步，就像火要一直烧才会越来越旺的意思。我觉得您在相声界的辈分这么高，也应该适时放下身段，跟我们年轻人多交流、多刺激，才会一直进步。很好啊，我很愿意跟年轻人交流。是吗？太好了。今天呢，准备了一位神秘嘉宾来到现场，我觉得他应该就很适合拿来刺激你。还有神秘嘉宾呢？有而且这个神秘嘉宾不是外人是我徒弟。你收徒弟了？这徒弟呢，是我用 AI 机器人打造的。机器人，而且他身上还植入了现在最新最厉害的聊天程式那个程式叫 Chat PPT 嘛。PPT 那是做简报的。Chat DPP，Chat GPT。对 ，Chat GPT。废话不多说，欢迎我徒弟出场。
这你徒弟我徒弟啊，啊？而且他认识您，哟，认识我我介绍过，来，是吗？这个是庆生老师啊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庆生老师，知道。有，老师，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老。你这个是帮老师庆生，我是庆生老师。哎，他是陈庆生。陈庆生知道著名创作歌手，代表作品是《旅行的意义》。嗨，那是陈绮贞，她是女的，我是男的。陈庆生。陈庆生知道撞到冰山后沉没，后来拍成了电影。那是沉船铁达尼号，我是陈庆生，我不是那个东西。哎，他是陈庆生。陈庆生知道不是东西。你到底认不认识我？好奇怪，照理来说，Google 能找到的他都认识啊。那 Google 上应该有我的资料啊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太可气了你了啊！哎，你真的是某某水哦。某某水客家话不是我的意思。哎，看看，我没让你翻译啊。您别生气，他搜索的太快太杂了。您忘了我刚才说的吗？您爱您大陆，佛爱您小撮。客家话，你，请看大荧幕。刚刚那个 WiFi 有点卡，他没有搜寻到。哦，重点是，他是我拿来刺激您的。哎，我爸爸喜欢拿这句话来激励我，现在我拿这句话来激励您。不，你把我当晚辈啊？没，你这话摆这里很奇怪哦。不是这个意思，重点是要接受刺激嘛。他绕口令说的非常好哦，说的比你还好哦。他说绕口令，真的，绕口令呢要考验这个逻辑跟口齿啊。就他呢讲话不搭不亲，还绕口令，不搭不起。客家话不三不四的意思。你看看，哎，真的，他会说的绕口令啊，您都不会，我才不信呢。您不信啊？说给他听。啪当瓜豆豆瓜啪，怎么样？这个绕口令听过吗？客语绕口令。对啊，您会说吗？不是，这是你教他的，我教他的。我不信。你不信啊？这一定是他自己啊，用大数据在网络上 Google 的。我跟您说，这跟大数据没关系。而且您这样说啊，完全是拨弄观众跟我之间的信任，这根本就是弄贵弄乖啦。弄贵弄乖。客家话，搬弄是非的意思啦。网路太慢，对不起。又怪网路，不行了吧？不行了吧？真的是我教的。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搬弄的啦啊！反正啊，我就不相信你会。我跟您说，他说的那个是短版的，我会说一个长版的。那你来啊！掌声在哪里？哎，好，有掌声我就说给他听。啪字嗲啪啪，蛤蟆表怂啪，啪当瓜朵朵瓜啪，掌声鼓励。怎么样？你会说吗？啪啪啪啪，客家话绕口令之一。就他这个你们还鼓掌啊？怎么了？不是你这个太短了。太短了，这样显不出功力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相声啊有一项基本功叫贯口活，有，你来一段贯口活。贯口不用我说，他就说得很溜。他会说的报菜名，比所有相声演员说的都更加爱护野生动物啊！哈，报菜名还有爱护野生动物的？不是，你让他说呀！来呀，来。不吃蒸羊羔，不吃蒸熊掌，不吃蒸鹿眼，不吃烧花鸭。他怎么都不吃啊？这就是所谓的不吃可吃，吃不可吃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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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吃可吃，停！你们两个不点呐？哎，你们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呀？没有，因为我这样看不到你。我靠！帮
凶啊！你们都是帮凶啊！太过分了，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这个没有礼貌啊！哎，制作人在哪里？制作人干嘛？这种没有礼貌的主持人把他换掉好吗？不行，他是我没教好，我跟您道歉，我帮您做脸好吗？不用，老师，我也帮你做脸。老师生气了，哎，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帮您捏腿好吗？不要了，老师，我也帮你捏腿。你别过来，走开！老师，我帮您捶杯呢。不要了，你别麻烦，你别来，走开！金生老师，我再帮你。别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呢？你们我们没完，你完啦！走，干嘛呀？干嘛？我们这样好玩吗？哎呀，不行了！哎，宋明翰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这徒弟失控了呢？啊，对，但是这也蛮正常的吧？啊，正常。您想想看，现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啊？科技啊、智能啊暴走，那也是蛮正常的嘛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叫做“刀磨不会上炉，刀子不磨会生锈”。您也该精进了。我怎么精进呢？就适应这些暴走的机器呀。啊，我还要适应啊！我跟您说哦，刚才那个徒弟暴走已经是小 case 了。小 case， 要是智能提款机暴走的话，您可能会倒大霉哦。是啊，您不信啊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各位，这个两光机器人是我最近设计的，专门拿来整庆生老师的。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好事哈。怎么来了一台提款机啊？哎，其实来个提款机也不错啊。哎，正好啊，我顺便把今天通告费领回家，哎，交给老婆。安泰座很重要，对吧？啊，要不然啊，万一老婆生气不高兴，要跟我离婚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叮咚，提款机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书。哎，你这台提款机是从海边搬过来的是吗？啊，我是来领钱的啊，不是来离婚的。哦，领钱，2钱。您好，请插卡。我当然要插卡嘛，这。正在读卡中，您这张是悠游卡。我插错了，请稍等。已吞卡。不是吞卡，你还让我等什么呢？等你吞卡呀？请再插入1张卡。这次小心一点啊，别再插错了啊！哎，我看这张，哎，这张没错，嘿，金融卡，嘿，来。正在读卡中，请输入密码，输入时请注意遮挡键盘。哎，不错啊，很贴心呐，还提醒我遮挡键盘。来，滴，您输入的密码是76930。你别喊出来呀，你啊！确认，请按重新输入，请按1。不是那个确认按的什么？不，这哪听得懂啊？算了，我再输入一次好了啊。滴，您输入的密码是76930。别再说了。密码正确，您卡中的余额是。不是这个余额为什么要说的那么小声呢？这是为了保护您的隐私。我保护隐私，刚才那密码喊的可大声了。余额有变动啊！您卡中的余额是7万、3万、不是6万、1万、1000、34。您卡中的余额是某班险。不是一会儿的功夫，我钱就被盗领了啊！哎，你这机器太不安全了吧？可能是你无意中泄露了密码。你泄露的。别担心，我会竭尽所能保护您剩下的财产。哦，对，我就只剩下这条命了。哎，先把5万块还给我。正在为您追回存款，请进行身份验证。啊？要怎么验证？大声喊出您的银行卡密码。我嗨，还大声喊，你怕他们刚才没记住是吗？我们大家一起喊出
7、6、5、3、别喊！密码正确，废话，请进行语音解锁，怎么解锁？说出你今天学到的所有课语。我今天学到了我点长一点，长一点，毛毛水，还有呢？还有啊，一吞卡。有吞啊！哎，我所有卡片都被你吞光了啊，钱也不见了，我这回家怎么跟老婆交代啊？那老婆肯定会生气了，完蛋了！我的正在为你起草离婚协议书。快来呀你！掌声鼓励！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，为大家介绍今天所有的演员。首先是陈庆生老师，被困在提款机里面的段燕欣、吴英杰，还有我们的王维。我是主持人宋明翰，快和你们嗨拜见，拜拜，拜拜。